除咗要小心壓力同埋挑戰之外嘅話咧，最重要就係要慎防破財同埋一個口舌是非之爭啦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楊雅智福生無量天尊。2025年咧丙戌月咧就已經啱啱開始咗噶啦。咁咧丙戌月火土係相生嘅，而且咧戌土咧亦都係火嘅庫啦。咁火庫全開喎，如果中意火土嘅朋友仔咧，你哋係咪已經好期待咧？咁乙巳年咧上半年咧係乙木嘅氣佔得比較重嘅，但係咧去到乙酉月啦，即係農曆嘅8月啦，已經係徹底咁樣退去噶啦。咁從農曆9月丙戌月開始咧，巳火嘅氣咧就開始係燃燒啦，將2026年咧丙午嘅能量提前帶入咗嚟嘅，咁所以火嘅能量咧係非常之持久同埋勁嘅。乙巳年咧丙戌月啦，木火係相生嘅，又逢火庫加持啦，上半年咧就一直係乙木嘅一個主導嚟嘅，咁丙火一直咧就暗藏喺地支啦。咁最近嘅辛巳月咧，其實咧都比較短暫嘅，搞到咧好多咧中意火嘅朋友咧，其實冇太大嘅感覺嘅，係今年火嘅能量。而到咗丙戌月啦，丙火就終於要透出天干啦。咁借助呢個戌土嘅庫咧，呢一個意味住巳火太歲咧就要登台表演啦，領導大局啦，火咧就會越嚟越猛烈嘅。咁戌土咧係火庫啊嘛，但係畢竟咧本性佢都係有啲土氣嘅，咁所以嘅話咧亦都會泄咗丙火嘅力啦。但係咧又有地支嘅巳火去生翻佢喎，咁火土嘅氣咧亦都係非常之旺嘅。咁如果命局之中咧中意火土嘅朋友仔咧，咁喺今個月係有利於事業上嘅一個成果嘅積累同埋沉澱，機遇咧亦都會大大咁增多嘅。而對於火土係忌者，唔中意火土嘅就要適可而止啦。譬如話係庚辛金嘅日主啦，譬如官殺，如果係佢哋嘅忌用嘅，咁呢個月就要特別小心啦。除咗要小心壓力同埋挑戰之外嘅話咧，最重要就係要慎防破財同埋一個口舌是非之爭啦。咁火咧亦都係主文化啦，主傳播。咁戌土咧係互聯網嘅一個庫嚟嘅。咁本月嘅互聯網啊、電商平台啊、文化傳播相關嘅行業咧，都會可以更上一層樓嘅。尤其係中意火嘅人咧，本月咧流量係會大增嘅喎，所以可以咧引流啦。同時咧戌土咧亦都係華蓋星啦，丙戌咧都係煉丹爐嘅一個象嚟嘅。咁蓄積自我智慧嘅力量啦，所以本月咧部分嘅人咧可以喺玄學啊、宗教嘅領域咧都可以有所發展同埋收穫噶。對於火土係忌用嘅人咧，尤其命局之中啦已經係火炎土燥嘅，咁本月咧亦都係會雪上加霜啦。火土嘅燥氣咧容易陷入自我嘅封閉啦、躁動不安啦，甚至係情緒低迷啦，甚至乎係抑鬱嘅。咁命局中咧如果有壬辰咧，亦都要注意啦，因為同丙戌咧係天克地沖嘅，壬丙相沖咧就容易咧傷害咗水火嘅氣啦，而入墓啦就更加係不利啦。同時咧戌土咧仲代表住醫院啦、牢獄啦，咁所以咧本月咧大家都盡量要遵紀守法啦，遠離一啲是非之地，譬如話係色情嘅場所嘅。咁地支大墓庫嘅一個引動咗戌土，譬如話係辰戌沖或者係丑未戌有三刑嘅人咧，今個月就要多啲注意，會有動土嘅意思啦。咁動土咧係包括咩咧？包括搬屋啦，或者係換屋啊，或者係俾房屋裝修啊，甚至話係動土等等。同時咧帶辰戌沖咧，亦都要注意交通嘅安全啦，防止高血壓、中風呢啲疾病嘅。
根據宮位嚟決定翻影響嘅六親啦。譬如話你沖嘅咧係你嘅婚姻宮，咁就要注意下夫妻感情啦，同埋另外一半嘅事業同健康啦。咁如果係三刑或者係二刑嘅未戌刑啦，或者係丑戌刑啦，咁呢啲就要注意翻係自我嘅情緒調節啦。遇到事咧就唔好急躁啦。根據翻刑嘅宮位咧，決定翻對邊一個不利。譬如話刑嘅係子女宮，咁就要多啲去留意翻子女嘅發展同埋健康啦。咁喺健康上咧，火炎土燥，土性咧燥烈，克水就埋金，所以咧亦都要注意翻皮膚啊，同埋一啲脾胃嘅疾病啦。秋天皮膚咧就好容易過敏同埋乾燥嘅，咁水咧亦都係生殖器官啦、泌尿系統啦。平時咧可以多啲去飲水啦，去防止翻呢一個口舌乾燥嘅。辛辣嘅嘢咧，喺今個月盡量就要少食啦。對於火係一個忌用嘅人咧，或者有心腦血管病史嘅人咧，咁今個月咧就要多啲注意調整下氣血嘅穩定啦。而金弱嘅人嘅話咧，火因為係克金嘅，就要多啲注意翻肺嘅呼吸系統嘅健康啦。咁今日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，多謝大家，我係楊雅智福生無量天尊。